今集我想同大家講一個香港樂壇好典型但又令人惋惜嘅故事。主角係一位曾經被視為時代歌手嘅謝安琪。唔係想踩佢，亦唔係想封神，而係想問一個好現實嘅問題：點解一個曾經同城市情緒高度同步嘅歌手，會慢慢變成一個評價兩極，甚至令人感到好有距離嘅名字？故事要由頭講起。謝安琪係1977年出世，香港大學文學院畢業。佢唔係選秀出身，唔係一夜爆紅。出道前做過鋼琴老師，一路都係靠音樂底子同作品慢慢行上嚟。2005年，謝安琪正式出道，好多人以為佢第一首派台歌係知識分子，但嚴格嚟講，真正令電台，尤其係商台開始認得佢嘅，其實係2006年嘅仇人節。仇人節唔係情歌，甚至有啲陰鬱，但就係呢首歌，令業界第一次意識到呢個女歌手唔係嚟賣樣，而係嚟講故事。而喺呢個階段，有一個人對謝安琪影響極深，就係佢早期嘅御用監製周博賢。周博賢嘅音樂風格好清楚，唔煽情，唔做作，唔討好。雖然旋律簡單，但所表達嘅情緒可以好重、好複雜，專門承托啲唔容易入口但值得消化嘅主題。於是謝安琪慢慢建立咗一個形象，唔係可愛，唔係甜，而係冷靜、克制，帶住距離感，好似企喺城市一角，靜靜咁觀察周遭發生嘅一切。當然間中有啲歌曲主題，謝安琪都會用輕鬆嘅方式去表達，但總括而言，呢種氣質喺當時香港樂壇其實算係罕見。直到2008年，喜帖街出現，表面上喜帖街係一首分手歌，但你聽落去就知，佢寫嘅唔止係一段關係，而係一條街、一個社區、一種消失中嘅城市記憶。利東街清拆，香港人第一次咁集體咁感受到城市會失去。喜帖街正正對中咗呢種情緒，所以呢首歌唔單止紅，仲係橫掃4大電台年度歌曲。嗰一年，謝安琪封神。亦正正因為咁，爭議開始，有人開始講商台好似特別偏愛謝安琪，係咪媒體造神？但冷靜啲睇，如果一首歌唔係咁準確捕捉到一個時代嘅情緒，再大力推都推唔起。同一時間，另一位天后容祖兒行緊完全唔同嘅路線。容祖兒嘅唱功穩，有強烈嘅舞台感，有成熟嘅商業元素，於是歌迷開始對立，一邊話謝安琪有文化、有深度，另一邊話容祖兒先係真正專業歌手。但其實呢場競爭唔單止係歌手之間，而係兩種音樂價值觀嘅拉鋸。時間繼續向前，踏入2010年代，謝安琪開始嘗試唔同方向，好似獨家村同埋勢不兩立呢啲作品依然保留住反思、自省同埋社會情緒，但係慢慢咁聲音開始轉變。去到2020年代，大家再討論謝安琪嘅時候，唔再係因為佢嘅新歌，而係因為佢嘅唱功。謝安琪多番被批評走音、失準、舞台表現不穩等等。雖然佢自己亦公開提過，因為健康問題多次爆肺，影響唱歌表現，身體健康出咗問題，當然值得同情。但謝安琪作為歌手喺舞台表演，係佢公開嘅專業。當一個歌手將健康問題公開，雖然觀眾普遍都會理解，但理解係咪等於可以接受呢？呢條界線其實冇人幫謝安琪劃清楚。而真正令樂迷感到距離嘅，其實唔係佢嘅唱功，而係2019年之後嘅創作轉向。早期嘅謝安琪好多歌都同城市、身份、社會情緒有關，但近年嘅作品更多集中喺私人感受、關係、回憶，題材明顯安全咗。有人話謝安琪被磨平咗，有人推測係同政治環境轉變、社會壓力、大陸市場有關。老實講，呢啲都係推論，冇確實嘅證據。但有一樣嘢係可以肯定嘅，就係謝安琪呢個品牌喺市場上嘅風險降低咗。如果你直接比較喜帖街同後期作品，分別好清楚。喜帖街係一首你一聽就知道屬於某一個香港時代嘅歌。雖然後期謝安琪嘅作品都唔差，但係就缺乏獨特性，可以俾任何人唱，喺任何地方聽。
於是問題就出現啦，冇咗周博賢，冇咗嗰種長期磨合出嚟嘅世界觀，再加上時代環境改變，謝安琪自然變成另一個謝安琪。所以冇咗周博賢嘅謝安琪，仲係唔係當年嗰個謝安琪呢？其實呢個唔係指責，而係一個靈魂拷問。答案可能係謝安琪已經唔再需要做翻以前嗰個謝安琪，或者世界亦已經唔再需要嗰種聲音。講到最後，其實呢個唔只係謝安琪嘅故事，而係一個關於時代、創作、壓力同聯繫香港命運嘅故事。聽落都幾唏噓㗎。一個歌手能唔能夠繼續代表時代，唔單止靠才華，仲要睇呢個時代容唔容許佢嘅存在。時代一變，有啲人自然會被推前，有啲人就會被逼退後，未必關乎對錯，只係現實。而作為聽眾，我哋或者都要慢慢學識一樣嘢，有啲歌，有啲人曾經陪我哋行過一段好重要嘅路，呢份價值唔會因為改變而消失。同一時間對佢嘅轉變感到欣賞，對失去嘅氣質感到惋惜，其實一啲都唔矛盾，因為記得、理解同接受變化本身就係長大嘅一部分。呢度係亂噏秘笈，如果你中意我一本正經咁亂咁噏，記得 like、share、建設留言同 subscribe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